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就叫做天域半導體啊，上市編號係2658啊。公司方面咧係廣東省做一啲所謂叫做碳化硅嘅原材料，咁啊係一個半導體裏頭嘅一個需要嘅新材料行業啊。我覺得咧就屬於市場喜歡嘅類別嚟嘅。11月27號開始招股，12月2號上午嘅9點30分截止認購啦。上市首掛日係12月5號嘅，發行價格58蚊，入場費每手2900多啲集資金額係17個億多啲嚇。咁睇翻行業方面，我認為會受市場歡迎嚇。咁至於你話喺個集資額方面唔算太大嚇，咁應該咧炒作味咧都中性樓上嘅。有興趣嘅大家即管去試試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啦。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